有姐妹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日嘅報喜來嘅節目。今日大家嚟小解大家當熟落嘅春眠樂團，記得去年出新專輯咧，所以今日帶來好聽嘅歌曲啦，大家嚟分享。大家嚟分享你今日來賓，提起嚟分享是係當然係呢個主唱來預橋分享。耶，大家好，我係春眠樂最親愛本你。今天新嘅台面阿 K 哦，一個歡迎哇，真的是很有活力哈，感覺上哇，對，跟你們熱情的理解，聽解來賓是理解哇，你講全世界體然道嘅吉他手，吉他葉超，大家好，我係葉超。耶，有的感受到理解吉他老師就很認真在自我介紹哈，用解感覺，今日來分享解說哇，樂團調度非常從容解丹鳳講解樂書，你講用什麼嘢？大家好，我係用什麼嘢楊慧璇。耶，歡迎大家，真的好開心哦，因為我覺得春眠其實。不要說是客家界哈，就是大家都已經非常的熟悉，也到了很多的地方表演也好，然後出專輯，對，所以今天我覺得真的太榮幸了，可以邀請你們來到福氣，對，然後福氣是在下午播出，其實我們有非常多的，我們都說那種阿姨呀、媽媽，不同的斜槓啊，就是會在看這個節目，那今天可以好好來認識一下大家，是說你們今天也。太過於華麗了，在這邊。春天，謝謝你們這麼愛我們，這麼重視我們。不過今天會聽到大家帶來好聽的歌曲，一開始，等等，這是我們新專輯，新嘅轉西窗嘛，哈。哎，這真的是你們春眠的風格哎。都帶，對，而且這個都帶小到快要考唔到，有嗎？很小，有一群誰？對，可以幫我們介紹一下嗎？你看有沒有按鈕 Kiss 嘅封面哦？誰來？我覺得這個是很像延續我們送一種福利莫小廟嘅感覺。哦，所以你看誒，老輩人可能唔知，迄鴨尾行迄鵝，分唔清楚，有一些咧分唔清楚。對，啊，之前嘅嗰種迄廟嘅行迄福利，可能可能就有點像你看我，我看你，都在。那邊某雄痛啊，然後又有很多一樣的感覺。對，而且你看到，感覺上這是一碗不知道什麼東西，好像走得生魚嘛，IU63你背的紅包包，好像又在爬什麼小山丘。對，所以就真的是你們帶來這種很魔幻又很神秘的面紗的這種感覺。你有不會按呢？老師有要補充嗎？這個喜歡嗎？就是因為我們 EP 跟專輯都是同一個設計師，就是阿喬的大學同學，是那個李佩慈設計師。那這張專輯比較特別的是，當初在給他設計之前是。給他聽專輯，可是沒有給他歌詞，盲聽。對，盲聽。所以他聽到我們有一首歌叫做那個瓜，什麼？反正就妞西瓜，反正就妞西瓜。我幫泰嘎多糖也是嘛，哈，芒果酒釀西瓜。因為副歌就一直乖，然後他就覺得是鴨子在叫。所以就有鴨子，然後那個山因為爬山嘛，可是其實。橘色也看起來像芒果冰，所以爬山，所以他就是他自己聽了，然後他自己想象出來的東西，這樣。不過說，我的感受就是我給你一個 open 的開放式的想象，對你怎麼樣的想象都走得亞黑春眠樂團的精神，我覺得它常常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熊的感受和暗用力，而且是驚喜。剛才葉超老師在分享的時候，你剛剛說爬山，對不對？這裡面有一首歌就是爬山，爬山，對，而且共識才發，因為我有那個，我就是有看那個雨橋的臉書，有沒有？他有時候之前真的是去爬山呢，看起來很熱血呢，有沒有？有，哈嘎精神，不是都要這樣嗎？對，那我們要不要來看一下你們今天有帶來爬山的 MV 衝嗎？好，該等下你大家來看一下，看下來看一下，記得個歌曲爬山，騎山。上彼個地方，行下也着愛放鬆，係講未來唔差，夾沙沙傳播來天空，因為阿人每次都當光彩，伴侶騎起來跳太起，硬甲樹也心行。
和迄三分时间过起来，就重新给那次看水，山都很阴，给片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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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爱心爱风变现，用伴奏然后走然后听听行。耶 ，Kessan， 我觉得很棒呢。我很少听到有哈嘎跟音乐专辑说我们这首歌叫《爬山》。对，真的很特别。而且刚才看到那个 MV 的内容有没有？我发现跟你们封面这个风格是一致的。它延续变成一个。你们真的好讨人厌哦，那么用心。大家都很是礼物。可以跟我们，那你共一嗨，为什么？就是你这首歌的创作的起心动念，为什么是 Kessan？ 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创作？这首歌的歌词完成是去年春天的时节，是，就去年大家就冇简单啊，太黏了。而且因为去年又会COVID-19 嘛，疫情的关系，其实很多人的工作也受到影响。你都没黑哈，就某事情走啊，不然就去爬山啊。冇爱条伴冇爬山的，真的冇去山。以前我都觉得爬山好像是老人的行为，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些刻板印象。对，所以我就觉得在爬山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以前条伴不是看过的风景，真的。然后就是大家呼熊太嘎天数，就比如说遇到有人快昏倒，我也是去拿我自己的水，或者是我自己的盐糖，赶快给那个大叔。对啊，Kessan跟时间哦，哇，就是抹茶山哦。而且听说Kessan的时候，你知道都会遇到很多山友，然后那种打招呼的感觉，好像我们好亲近，对不对？对，真的，他们每个人都冰爱还捏情哦，真劲，真劲。所以其实听阿 Q 安永讲就会讲，因为像去年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人的工作都受到影响，所以也因为这样，你因为因缘机会去爬山，Kessan 也有这样的创作。对，你看这样的创作让我觉得好特别，刚刚听起来也好喜欢，而且在编曲上，其实叶超老师跟永 C 妹这边其实对编曲也特别不一样，它的特色也特别明确。对，就是当初在编的时候，因为也是会听阿乔讲这些他登山的故事。对。然后后来就是他一开始的就是 demo 就大致上差不多，就跟我们现在的和弦的大概80%。对。那所以那时候就想说要怎么样在里面有一点不太一样。后来就想说在间奏的时候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因为爬山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故事，可能每一个事情会发生，就是不管是天气上，或者是一些大家常常知道的一些故事，对，那也有一点点这种情绪在里面，哦，所以就是或者是说你爬山的时候会有就是太累，然后你可能会开始有幻觉，就是因为好累哦，然后你可能在爬，你还是走，可是你脑筋已经不知道飘到哪边去了。你们会不会有时候很想要把叶超老师的脑子挖开？常常是不是？想说他到底真实的在想些什么？因为你看他潜藏的那些创作的因子，非常的创作，是吧？很 creative， 就是你会想，因为你像我们一般讲爬山，我们想到就活力嘛、汗水嘛、热情。他说就是迷幻啊，或者幻想啊，我们就黑暗面，黑暗的面条。对，所以这就是刚才我们听到爬山的那种感觉，对不对？所以有没有要补充？觉得他刚刚讲的够不够？我觉得比较偏向是画面式的，因为我们在吹音，我是乐手这样子，然后他们两个会做很多的大量的沟通，就像叶超他会一直追着阿乔讲说，这个故事从哪里来，歌词是什么发想的，是，对，然后我们听到这些故事就会想说，那用音乐上面什么去 push 他们这样，对，所以就很像一个小小的剧本，一个道具的感觉，所以是那种画面上的思考。说到这，我先问一下好了。会一直追问是不是？除了追问阿 Q 给港书啊、熊，其实因为阿乔写是用客语写，那对于阿乔对于客语的这些专注或是研究，我们这后面可以谈到。那可对你来说，你是哈嘎发对不对？你不懂，对创作这些来说，一定是有影响的，对不对？不管间接或直接。一直问啦，对啊，就是问大家觉得很烦。给没有糖，讲哈讲无天台。
对对对。你有一堂天台嘛，就是后客家发音。对，因为一开始跟阿乔去参加闹热打擂台的比赛，然后因为会一直参加，所以会一直被客语访问，然后因为真的完全听不懂，所以就是从开始去第一次比赛之后，就每天会听广播，就听明珠的广播这样，因为它里面是中文跟客语交杂，我比较容易可以知道现在在干嘛。哎，做的了解哈。后来就是听比较可以啦，讲还是不太行。不会啊，已经很棒了啦。哎，就是练习，还有嘛，改动精彩改故事，你聊下，等下长你讲。天空里青色色啊，比上比下分离啊，莫留恋，莫留恋。亚洲狗 Q 就是哇问谱，这我以前认识的时候就会哈嘎狗有没有？就是传统的那一种，就是会有那种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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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而且还会拿那种，对，差不多就会按钮，而且还要像哎呀，还有那一种，你嘛哈，你知道啊？我刚刚有传神嘛，那一种嘛，对。可是就是经由你们来诠释，又是另外一个境界耶。我爱就不敢说境界，是啦，爱上给天师级前面给阿姨有没有爸妹有没有？听了之后觉得哎呦，问谱要做得按钮你，对不对？你有没有呢？我觉得要摸一下也就会讲，因为刚才叶超老师有说，其实是因为在闹夜大旅腿的世界接触到哈嘎跟山歌，那时候山歌让你的感觉不一样，对不对？就是因为你刚才那首其实是我们传统的对山歌里面的小调，就是因为我刚去客台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已经到另外一个国度了，对，出国，所以就是真的都在重新适应，因为包括新的客家歌跟就是老的山歌，其实都不是以前有听过的东西，对啊。那接触到客家山歌编曲比较深入，其实是因为18年、19年，我跟阿乔一起参加那个客委会举办的那个《共下飞翔》，李尚英老师主持的 ，OK。因为它里面其实就是大量的在有请传统的山歌老师，像赖仁正老师，对，然后来跟我们讲这个客家的历史啊，然后还有山歌的故事脉络，很多细节。也有像邵英老师这样子，就是用西方的音乐的改编的想法，对，然后所以等于是文化的内涵跟音乐内涵都有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学习到这样子。怎么办？我听起来好感动哦，对不对？他虽然出国，也是后来是啊，学成归国是啊，也是内化了。我真的觉得很感动啊，而且连2年呢，对，他很努力，真的，谢谢你开启了这样按钮给问谱。其实对阿乔来说，蛮黑按钮你，因为你也不是你一开始冲国语世界，也不会从哈嘎山歌啊，对不对？不会啊，对啊。所以你一听到中央山，你一听到一开始谈到哈嘎山歌的时候，你的感受也是跟现在不一样。开始我有照顾卡迄条条的门牙吧，你一条半你干个汤山歌，我爸居然说有
我觉得很震撼。然后我就问他说：“啊，你都得冲本来堂吗？”我爸就说：“这个太难了，没办法。”是，对啊，他说他以前是听赖比哈欣赏radio 里面。对，我想对洋妞的震撼也不一样，因为说实在，传统山歌它很自由派。对，他如果说要跟那种西洋的学古典的合作，在那个真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看五线谱嘛，然后很规矩的，对，所以感受会不同。我们要不要分享一下刚才听的那首歌问谱的一些编曲，或是你们的一些投入的心力或特色？觉得在编曲上的话，如果是说问谱的话，我觉得。因为交给我们这边的话，我们就有点像是画面式的呈现，对，然后就在想说，用古典乐器怎么样去加入流行乐这件事情，对，所以也一直在讨论，然后刚好那时候都在学习一些新的技法，所以就有什么然后就给什么，有什么给什么，所以我觉得这段编曲的过程，我自己也学习到很多，也是就好像问卜有鸟卦之类的，是，我们就聊天聊到这个，然后就觉得他好像。就是在这个曲子里面，就担任一个除了女神以外，然后你可以跟他请问很多事情，然后他会用他的声音来问我，找你共。对，我们今天可以示范给永清朋友看一下吗？可以，没问题。对。那现在是我要担任小老师，还是要叶超老师担任小老师出考题？考题吗？第一个考题，恐龙声，可以吗？周那边我先表演比较快。对，听说是比如说像鸟的声音是可以的，对不对？对，因为古典乐器是可以做很多自然界的发声的效果。对，然后就拿问卜来讲，里面的一些鸟叫声，其实呼应阿乔在跟我讲的话，比如说。这种感觉哇，真的对，所以你们平常合作也是这样讨论出来的，就是一直这样有吗？平常合作是他跟我们今天没有来的一位单簧管，他们会一直在那边乱玩。他不是乱玩，他们会就是最近学了什么东西，然后就开始一直吹，所以用不同的声音在聊天。对，我觉得刚刚那真的是一种感受，而且就是对最特别的是，我们如果出去外面演出，是，然后我如果听到那边有鸟叫声，不同的鸟，我就会拿来取材一下，然后来用。我觉得每一次都有不一样的声音出来，好棒哦！是不是还有别的？例如车子行进可以吗？还是什么？车子行进的话，就像是我们的那时候金鹰奖的作品。我在你的眼睛，我看到了你。对，那我们想听。对，两只在一起的效果会更好。然后我一个人的话，就像是列车进站跟出站的感觉。好有画面哦！我是像莫内，对呀，印象乐派，对呀，用了一些极简音乐的方式。是我们现在 demo 有2个，对不对？还有吗？可以无止境的 demo 吗？可以，一直到节目结束没有？还有吗，老师？一直玩。泛音。泛音。我们泛音也可以。对，到底到了底到底里面的前奏，对，它算是因为我们是单音乐器，所以我们可以吹很多很多很多音的话。是。就很像破音的感觉，像吉他开破音的感觉。对。这个我会哦，因为我最近有听那个物理学老师说，这种乐音上面刚才听到声音比较像是。在波形比较没有震荡规律的时候所造成的一种杂质。我刚刚讲对不对？你刚刚这拇指是真的吧？对，我背很久是真的。对，而且通常在乐音上面必须要用那样的一个音质来制造一个这样的技巧，来制造一个效果。叶超老师，你有谁会意思嘿？好厉害！我讲是真的，音准用尽音乐，我说的是紧劲真的厉害，好闲。我觉得真的很棒。对你像看一个学古典。然后学吉他，你看，然后这样合唱团，其实你们之间的撞击跟磨合，其实真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你们真的要很善良，才可以互相的包容彼此的不同。对，是真的啦。因为像刚才我听起来，我觉得也是，而且老师也可以利用按钮给乐器去做到很多气氛的营造。对啊，因为很少在流行乐可以用到这个，然后我们也是在尝试说，像我跟低音单簧管还可以再突破什么。是，对，所以我们也是向他们学习，然后我们也是互相分享经验。对，我觉得很棒，因为其实我认识阿 Q 蛮早的，
你在2本的时候就爱上你了。1本没有，对对，可是你看，我们一路后来到春眠的时候，其实他这样的改变，我们也我就是认识阿 Q 也会觉得啊，真的吗？因为以前就让我们觉得是另外一个路数。跳板感都做动都上夫呢。不然呢？哎，穿那么少，按抖妞。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次听到2本唱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说哎，这是法语歌吗？啊，真正的自由黑吗？对，不是发音的问题，是他在整个编曲跟呈现上，哎，怎么会客语的流行歌曲可以这么浪漫？我们工行都压他到现在，哎，我觉得到另外一个境界。我没有想到可以这样子。我觉得不是境界的问题，我觉得是。你不喵咩喺眼人身體擺下狗的啊，就加講嘅狗的啊，即係來講，你不喵就係愛老嘅用時嘅團員嘅鄉下嘅體質妹嘅，就像邊個聲音嘅愛用嘅感覺，就照書教，照書養，安尼照書學安尼，那我覺得春面就是。啊，马马虎虎啦，走的啦，有喝还有呼吸，我们就一起玩啦，用他告这样。以前是那个告书在教，那后来变成是在玩告，某 Q 用就是都是告，但是就是会有一些转变。我觉得这一定也跟我就是这2年就是已经悲伤到了一个到底，自己的生命历程的经历，对不对？就是应该大家都有一些有听过应该离婚的事情啊，哎呀，要用版来做然后啊听听下，第三，金米按你讲。那因为按个感觉哎，就他经历了人生的低潮，好像到了底，对，然后突然间跨越那样的一个束缚，然后也不一定真的有跨越，但是也是在那个时期，然后他们我们拉着他走，哎，给刘念一爱老爱天数，什么也不真的，还有嘛个故事嘞，大家先聊下，你等下再再讲哦。亚秋黑专辑里面的另外一首歌《爱情三七》，对不对？哎，我
我知道这首歌其实很有趣的事情是讲的是阿 Q 外公外婆的爱情故事，真的好喜欢听人家的爱情故事，你要帮我们分享一下，觉得好有趣。不用呀，就爱睇啥嫁公啊，也就很。就是heel上嘅時節，佢就掰咧，就是很年輕嘅時節，heel上嘅時節就先離開了。係啊，我嘅家婆佢就動辛苦哦，佢就吐雜妹嘅，還有佢原本嘅婆婆，對，就改嫁第37，就在快要40歲的時候改嫁給我heel來嘅家公。哦，真的，那佢哋就冇太強咧。那每海啊，以下要數狗，那家婆就是低，那有充分給糖呢？你看我剛剛問的很謹慎嘛，家婆低 ，OK， 低，那你有唱給他，你充不一糖啊？有中醫嗎？就清唱，佢就有講，好糖，佢可以。懂事给下感是，对，其实唔但相信按钮你，其实阿 Q 黑轻简单讲嫁公同家婆给爱情的故事。事实上，给勇士听说家婆要嫁给外公的时候，也是因为好像一个是外省，对不对？一个山西，然后一个黑台中董事给哈嘎尼。对，你看在那时候这样子的一个结合，也是另外一个在那个时代。对，我觉得这是对我而言是很像史诗的浪漫爱情故事。而且他们就是退休之后呢，还会游历全世界去玩。哇，真的，然后他们就他们两个，对，然后我的外公会拿着大大的 V8，对，然后就他会带很多的空白录影带。然后我小时候就会很期待说，哇，他们回来我就可以很像我外婆，就是绕着地球跑的节目。我外婆就会站在前面说，哎，我们现在要去喝咖啡了，然后今天出来是第3次来到日本，那下一次还要再去一次南非。他就讲他的心情，好可爱哦，就是纪念一下，真的，因为他讲话就很有日本的感觉，受日本教育。是，对，因为像外公外婆那个年代，其实他们自己经历的时代跟我们不一样，他们其实是有跨越不同的时代，对不对？这是爱情3期，其实在这个新专辑里面有太多有趣的狗 Q 做的分享，要某 Q 的故事。根本嘅出迄本大家谈什么温补啦，对不对？爱情3期迄献唱嘅，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首 MV 也是今天要特别介绍本台家的，就会基隆路2段，对不对？那我想所以家乡亲朋友给他听下来看一下，俾下首嘅歌曲。时间的关系，只看好短哦，对不对？因为又想要听大家的故事，可是刚才那个好想要看整首啊。对，王阳台长在上 YouTube 请，所以乡亲朋友系讲对两首歌曲都有感受，就在上 YouTube 去看，可以看到整首完整的，对不对？这是基隆路2段的一个，我们说这首歌曲也是有他的创作故事，对不对？要简单分享一下嘛。一个工作室啊，之前的工作室在基隆路2段6张，就这样而已，是不是？还请进去。那时候想要学一首比较 City Pop 的歌。我觉得那是那时候我们有一个共鸣的心情。什么心情？这就很重要，一定要讲的什么心情？就是睡到底之后，睡到底之后好像可以来一点某 QQ 给感受哈，女神呐，还活着就不错了。是真的吗？像阿 Q 跟我还真劲真劲啊！他写的他那时候的心情了，对，就要一直去挖掘，对，挖，对，挖棍以后还可以挖出不一样的东西。我的歌词就是我有学了，原来挖鼻孔的挖跟挖泥土的挖是这个挖不一样的发音。
耶，就脑子一直在想新的东西。对，可是母公海迪就会讲，你们的创作歌曲可能有时候是阿乔这边先有想法，然后可能叶超老师帮忙编曲或等等，但知道这首歌是你们共同一起，一起大家给一点，给一点，然后一起卷出来，一起这样子玩出来的，对不对？因为之前的歌大部分就是我们两个互相自问自答。他们在问补，然后我们是，我懂，他们两个在问补，然后你跟另外一个低音单簧管，你们自己在小鸟对话，对，差不多剩下按钮可以干不高，是不是？我觉得你们好可爱哦。对，其实泰卡对 condo 吉的，我真的是讲起来轻松轻松。没有啦，其实那是因为你们呈现的样子，但是你知道这背后其实还是有很多创作的辛苦在里面。对你想想看哦，那个阿 Q 背后现在都按轻松，可是我刚刚才问2个题目，一个就是人生低潮有没有？对，然后你了解我，你等一下意思吗？他给他低，我那时候是低潮，然后刚刚问金融2段，你知道那时候是我人生不好，回到高潮，对。笑得很灿烂，可是怎么问都说哦，我那时候人生低潮，心情不，就知道其实生命一直在经历这样的东西，也一直在不断的自我探索。我可以干说呀，牛你，我觉得你们的创作对我来说是阿乔不断在探索当中释放出来的一个样貌。我可以干说嘿，按牛你，我刚好最后的2分钟，我要赶快来一起快问快答哈。来，你们现在开心应该是快要录完了吧？不是那种，好紧张。好，那应总，对，第一题我们可以一起回答吗？哈，虽然我有可能会听不清楚哈。来，成员中谁最像爸爸妈妈一样照顾大家？他。好，来，答案公布，就是叶超哎。老师，你真的是像爸爸一样照顾大家，好像会分呢。本团第一个阿爸，但是也有阿乔，阿乔也有一点。对我其实有觉得阿乔很照顾大家，他很照顾。对，每次在录影现场，我都可以感觉他注意的事情很细腻。真给贴心的女孩啦。对，好，来第2题，谁记性最不好？1、2、3。应该吗？没有悬念，没有悬念。好，来，专辑中谁最能？你觉得哪一首歌最能代表春眠乐队？1、2、3，到底，好棒哦！难得有共识。好，最后来，我们就是最后1分钟了，好不好？我知道未来有很多的计划啦，那我们就最后1分钟，每个人讲一下，不管是计划也好，或者是推荐也好，短短的哦。预备，阿 Q 可是，推荐春眠，就按有没有？很有力，春眠见新房。老赞哦！叶超老师，好，下半年会有这个一系列的巡演，这样大家可以再期待一下。真的，而且用路啊、网路啊、脸书什么都会有消息，大家要关注。好，我们也为同台港供一下，老师，请发了我们的脸书春眠乐队，然后还有我们最近 IG 也开了，耶，有声哎，好的。所以节目一整个清粉一周的请到大家来到这边分享好听的歌曲、好听的故事。我觉得下次来可不可以歌唱多一点，故事也要再讲多一点？我们时间录2集，这样好不好？还是录10年？谢谢你们来，真的哈。谢谢李姐。希望你基本所以介乡亲朋友，因为基本介节目很好认识，按灯介春眠介乐趣，天天下来大家做乜介嚟做认同了。中戲福喜樂呢屆所有嘅朋友會記得去到福喜樂呢屆面書傾站，還有體驗你客家電視嘅 YouTube 片頭，讓呢個影片呢分享出去哦，感謝大家。